继续来看经济部长郭志辉日前就节目接受到专访，伊讲电价若伤便宜，就会浪费电，嘛唔免每一间房间拢来安冷气。讲这个讲法是引起着讨论。今仔日郭志辉再度来解说，讲是家己话讲了伤紧咯。伊的用意是希望大家拢会当节能省电，无人的房间冷气都爱关掉。另外，是毋是就是因为欠电，所以石门水库甲翡翠水库才会放水来发电呢？郭志辉是回回讲，只是例行性来做测试，并无欠电。我在讲话太快了，不是说每一个房装冷气不好了哈。我是在讲说要节能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赶紧回回，因为伊之前上节目专访的时阵讲，唔免逐间房间拢装冷气，佮讲电价愈少，可能会造成浪费，引发着争议。我是希望大家这个没有人的房间呢，那个冷气要关掉。另外呢，一个意思就是说，希望大家用的冷气呢，可以改成高效能的，节能也能够省电。省电的话，你的电费就会比较降低了。再三强调是要鼓励节电，是讲针对电价讲法，争议继续摊烧。核三厂伫停机进前，翡翠甲石门水库拢来放水发电，外界质疑，敢讲又阁有欠电的疑虑？完全没有缺电啊！我想这个不管是水库的这个放水发电那个都是例行的，例行要测试。让我们的那个发电机组是不是正常运作？郭志辉甚至话保证，核三机组已经准备好势，未跳电。是讲这段言论也出着风波。郭志辉对电价议题一举一动，卖互外界放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